今仔是9月28教师节咯，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郭文德发表10大教育政策，伊提出13年一贯教育平权的目标，主张讲义务教育爱对5岁就开始。国民党的校友谊是承诺讲会来检讨教师的退伍制度。今仔副总统赖清德嘛去参观台湾文博会，伫个拼人数的过台面哦，伫今仔早起是无行停。选伫928教师节即天，民众党参选人郭文德发表教育政策，主张以13年一贯教育平权为目标，提出10大内容，包括义务教育往下面延伸到5岁，高中职立志准义务教育，推动双语教育。公费培育师资，免费提供教材，制定校校午餐做法，规范绩效给予，解决各县市收费无同问题，各以公开透明原则辅导私校转型等。它主要是法制化，其实增加的钱不多，他们估算大概往下延伸1年是15亿，往上延伸3年大概再加，比目前还再加20亿。这个钱要从哪里来？不是你缴的税金吗？新北市这几年的整个教育的投资的资源，从555亿到740亿，可以讲连续多年来都是全国教育投资最多的。未来我们会去检讨教师在退休以后退伍好，到底有没有照顾好所有教师的生活。我也会在一段时间里面提出我完整的教育政策。为新北市长职务请假参选总统的国民党校友谊，讲教育改革有源于新北积累，佮答应检讨教师退伍制度，对南北合议题，挂校2个人有缘无发表意见。另外，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是以副总统的身份参访2023台湾文博会。并透过联署独立参选总统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，早起无公开行程，有加尾仔嘛走访家人，佮参与盛逢夜巡呼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